妈娘们，我是对天走下来，昆布这步你将下去，那两条路心难命啊，以后啊去啊！此事你用办为敌呢？哼，又要言不敌，除非己莫为。什么样？南口空过，已经一个随我非正王府来了。对，凤兄啊！会是什么样？孟操速马讲得好，三错不出见，春风是吹又生。凤兄，凤兄，凤兄，冬天呐，会呀你，真是。还想开始几多年？此事为何俺答应？害怕因哪个不用啊情啊？孟爷，孟爷，太师不好了！哎，阿妹，待人才了后把药，看书什么样？为何擅离此处？你为去马的你用马去马的不见了。公子无缘无故
佢妈要把我不见呢。我眼底，你那唔中计，你看，这简直过来啊！要变看过改变的，看见有人过得半大的，再讲我太有些呀，哎呦喂，我爱看到很神奇呀，很神奇。什么嘢暗将又上时，向前碰碰，唔知乜嘅东西。我爱求他两三次，哎呦喂，求上我家我操啊，这牛佢妈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干什么耶？佢妈，干什么？梦友，佢妈为何会变成牙款呢？我有没底呢？老子，心情不好了，干嘛了？什么样？家里要混到那时阵已经啊，破状亡富了。好，哦，我一有事情，将舅妈带好好。好好。爷爷，我呀！我用鼻涕快放弃，太难当头，用过的。哼，有地动金米，何必动出事？用不叫我自己死，我唔过快放几天去。慢了，贤人大姑有失错，人非圣贤谁无过，不可为此性命亡。言为何？又如何啊？用要百年数之前，对什么样较要紧？是是是放手，放手，我求你啊！要杀他，放手要杀他！放手！你又给我。姑娘诉姑娘中情，恨气用为心来拜天，见他见啊爱个地，难破本梦诉衷心，为他意，诉衷心，难破绝望来诉说。
什么用？群主严肃，强以风气。沿海陈述，永生定计。若不勇气，休怪本王无义。长王爷，你家言外，丈夫上天害你，你存心包庇。为了顾全风妹去，今日只有牺牲你。哎呀，你救命啊！快将！本官天然为你申言，强归本位虚吧。多谢包大人太苏门用一把。王朝马汉，梧桐树下走进什么样尸体啊？启禀大人，由于史书又配上有沈文勇的名，
王朝马汉，用尸首带回开封府啊！马汉，来走勇士。免无雷公大刀，唔免本火小刀。观看此人的眼神，并无散漫，因何为家典？莫非其中必有缘故啊？周永慈，本官乃是保证，唯独那个妻子恐我群主，本其苍言，会是在梧桐树下。此案并无证据，希望你来作证。本官怎能为那个妻子遗弃家人心言？那若再家典，你周家血海深仇，为人情回待。玉皮才子，你自己看来吧。莫用气啊！有
快快说出实情，本官听然为你伸言了。包太爷，群主不应该为爱争风失次，害死我子燕公，以其莫让我妻性命，以蒙太爷为我做主。这，你可敢与他群主对阵？哪里不敢？麻烦过来，拿本府枪贴，向群主以及王爷来到开封府，来这样是里面毁灭。遵命。唐王爷到，王爷到来，来人啊！开门迎接。包太爷，今天你请我兄妹多采开封，不知有何贵事？王爷，今日按保证，你到日看个提案，随时学前，百事无解，提议要向王爷请教啊！哎，包太爷啊，客气了，有谁不敌？你探案一声啊，岂有处理不来的案件？哼！不过言归正传，是何言案？连你保证就判不来。本王非常好奇，那神言之人都带黑马啥？神言之人，乃是上外奉告一出来，通书啊！